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甲风台无关系，这是受到超级月娘年度大漏水的影响，高雄甲屏东地势较低地区因为海水倒激来出大水。屏东东港东龙江的4库练等淹水已经淹3天，道路变溪路，庙埕是变一窟大水窟。若高雄的基镇，包括轮渡站、老街甲菜市啊，嘛拢来做大水。 工作人员撩水贴沙包，一包搁一包蹲伫咧爆花边。高雄基镇下早淹水，看到海水涨悬，悬过爆花，直接淹入去市区。不管是行路，或者是骑车，全部拢在撩水行过。包括轮渡站、老街，搁市场内底，真侪所在拢淹水灾，民众是嗨嗨惨。市场的摊仔拢伫咧抢救商品，大家是搬甲手真酸。我这个就要更严，你看。好在没有下雨，如果下雨的话，会更严重，这就淹得很快。因为看到风台wat近，海面风险是真大，市府水利局烦恼淹水会较严重，会直接出动抽水莫达来遮抽水。加派的部分是小型抽水器，现在目前今天是有出动6台的一个小型抽水器。那高雄基镇、屏东东港嘛同款。 都因规片道路真做起啊，骑车拢真细腻。看到下节监视器画面，这水流过大路，无到10分钟，规个路都拢做大水。啊，这水搁淹到人的厝内。政府拢无要迄个，我前几年前就讲啊。民众是真困扰，里长嘛伫咧海讲，治水无够力。两条溪的汇流处设防潮闸门，重点就是听。 因有因的理由啦，因有因的专业啦。希望伫咧附近的大排水沟和溪仔交界所在，加设抽水站或者是闸水门，来改善当年淹水状况。今年因为超级月娘和南过同时发生超级南过，才互天文水满，互全台湾沿海各世界所在拢出现海水倒激。 北台湾基隆市外海边的市区，真济的嘛是淹水灾，这水搁位落去店内，头家赶紧摕房仔甲伊挡起来，都惊水会流入去。虽然水有较退，不过看到风台wat近，这风雨恐惊过后海水倒激，提醒沿海民众来做好防范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